大家好啊！我終於滴起心肝，想整理下我咁多年嚟抽過嘅 Galaxy 卡 base 卡，入下 sleeve，跟住同大家一齊 go through 下啲 base 卡咩樣。我諗2022年應該大家比較少見，跟住23年呢，我自己抽過2盒，24年抽咗應該有4盒，所以大部分嘅 base 卡都齊。係2022年呢，應該我上年買過1盒，嗰陣時仲係3000幾蚊，咁1盒應該有70幾張卡，所以我係唔齊嘅。咁我哋大家一齊嚟睇下啦。我當時拆完之後，將啲 hits 拎咗出嚟，跟住之後啲 base 卡我就咁樣擺翻入個 pack 裏面。咁我而家將佢一張一張咁 sleeve，跟住我哋大家一齊 go through 下。2022年嘅卡咧，全部都係有黑色邊嘅。23年都係有邊嘅，跟住21、24同25都開始冇咗邊啦。呢張係42號 Chewbacca 同埋 Han Solo。呢一張係23號 Bounty Hunters。呢一張係95號 Greedo。我將佢一沓一沓咁樣分，每10張咁樣分好晒先。2、4號。呢張係 X-Wing。2022年有個問題就係佢啲卡咧擺得耐係會自己變彎嘅，唔知跟住24年開始就應該冇呢個問題。呢一張咧應該係 insert 嚟嘅，係啦 ，Vintage Star Wars 嘅 insert。insert 我哋另外擺開啦。呢張我鍾意喎，呢張 Vader， 呢張嘅 number parallel 都好多人搶。58有 Vader 嘅都多人搶嘅啦。呢張 Yoda 同 Luke。22年好多呢啲鏡面咯，後面係全部都係銀色。Yoda 同 Luke 39。Galaxy 21、22年只會越嚟越貴嘅，因為已經絕咗版，而 Galaxy 又越嚟越popular， 所以要揾呢都未必咁易揾到。Echo。
跟住 Poe Dameron 81。呢個係 Wedge Antilles 99。佢好多都係鏡面再加 refractor 就會變咗個彩虹感覺好靚。好啦，第二包。呢沓我都 sleeve 晒嘅喎。呢沓應該係我當年覺得自己會鍾意嘅，所以我都已經 sleeve 咗啦。第一張4號 Han Solo 嘅 portrait， Mace Windu 56，字頭應該係呢一沓。好，56喺呢度。Luke 65號。R2D2 portrait 9號。呢張都好靚 ，Vader 同 Luke 46號。經典一幕 ，Vader strike down Obi-Wan 44號。跟住 Lando 嘅 portrait， 所有 portrait 我都想儲翻齊圖。6號。Emperor portrait 11號。11應該擺呢邊。3PO 8號。跟住 Obi-Wan 77號。跟住依張又係好搶手嘅 Anakin 55號。好啦，第三包。第22年嘅畫風有啲 vintage 漫畫嘅畫風，咁我就唔係我最鍾意嘅一 set 咯。我自己個人最鍾意始終都係一定係21年啦、24年、今年25年我都幾鍾意，因為多啲前傳嘅東西。好，第一張 Emperor 37。Anakin
100 Sand Trooper 17 呢張咧又係 insert 嚟嘅，佢銀邊嗰啲都係 insert。Original concept art 另一個 pilot 72跟住 Omega 93呢個又係一個 insert 嚟嘅，就係以前所有嘅遊戲 TV games。Wookie 29Salacious Bicrum 24年另一樣會畀人話嘅問題就係佢冇標明個 artist 係邊一個，咁就覺得好似好唔尊重佢哋咁樣咯。因為你見最新嗰2年又會出返有 artist 嘅。跟住呢張應該係 short print 嚟嘅，佢有彩色版，跟住咧佢又會有呢個黑白版，就係 insert 嚟嘅，即係呢一張卡其實係有張彩色版嘅。好，第4包。哦，呢張 poster 又係好多人爭。你睇2022年嘅特色就係全部都係銀色 background。咁你 imagine 如果佢係 Mojo 啊、Atomic 咧，佢後面個效果就會好出啦。跟住你前邊咧就會好 stand out。好，第一張係 Vader 同 Luke 嘅 poster， 52。Bounty Hunters 28。Boba Fett 80。
跟住 Port Racer，Heineken 嘅 Port Racer 69。Layer 30。另一張 Overfed 62。跟住依張又係 short print 黑白版。依一張飛碟又係好多人揾，喺佢嘅 TIE Fighter 度行出嚟，70。Layer 35。跟住 X-Wing 12。好，最尾兩包應該仲有20張，我10張10張咁樣分一沓，喺個垃圾槽裡面。15號。呢個應該係喺 Cloud City 裡面。你睇佢個效果係，你見到呢個角色會喺前邊，其餘嗰啲角色喺後面。我覺得佢呢個印刷技巧係有心思嘅。73號。跟住呢一個係紅色呢個角色，97號。呢個係 Sith Trooper 84號，紅色嘅 Sith Trooper。另一張 Layer 45號。另一張慳
佢呢個懷舊嘅感覺呢，真係並唔是太吸引。22號。所以我個人自己儲2022年嘅限號，我都係得2-3張。呢張又係 insert，應該係 original concept art 嚟嘅，係啦。另外一張 Bad Batch 90。哦，呢張 Ewok 幾得意喎咧，佢隻眼好似隻狗仔咁樣。68號。Aayla Secura。76號。Han Solo。19。好，最後一包啦。Requay。因為佢彎彎地，所以有啲難入卡圖。94。Ewok。36。Finn。87。好啦，呢張就係頭先所講 Cod Fans 彩色個版本。85。佢應該係 base set 最尾20張，即係81至100嘅都會有呢個黑白版本。所以佢呢張係85，就會對應返 BV 85啦。好，呢張又係 vintage，呢張應該係嗰時啲 vintage 電視卡通嚟，所以戲裡面應該未見過。Luke。21。
Sand Trooper 喺呢個 Cantina Bar 16。跟住 Yoda 喺 Dagobah 32。最後一張，唔係最後兩張。呢個應該係 Luke 隻手嚟嘅，27。好啦，真係最後一張啦。Cantina Bar 66。好，我哋好快咁樣由頭睇一次，等我答返好先。2022年發覺好多正傳，即係 Original Trilogy 嘅特別多，好多 Cantina Bar 啊，好多 Bounty Hunters 嘅。反而前傳後傳都冇。我應該都爭成20-30張，因為一盒70幾張，唔通要買多一盒？好啦，跟住最尾係幾張 insert。
好啦，今條片去到呢度。如果鍾意我哋 share 更多 Star Wars card 嘅 content，就 follow 我哋啦。跟住我哋 profile description 裡面咧都會有我哋 IG page 同埋 WhatsApp 嘅連結。多謝大家支持，拜拜。